跳摆以前，有一只客家后3年，他用这1生的时间，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他爬过最高的山，舔过最深的大海。这故事原来在他的心中，突然之间，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天天出现的山路，传到亚美，在远方的故乡。响起，同爱共爱的客家人，远方的故乡，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天天出现的山路，传到亚美。远方的故乡又响起，同爱共爱从爱未来，远方的故乡。远方的故爱山有多漂亮。你的那故乡在高山转过来抱歉啊，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接别的订单。帮你找人啊，不然这样子好了，帮你介绍一家永福星哦，他闪做的不错，而且我们常常合作。好，那这么说定了哈。好，谢谢。唔要种天坛，用朋友福气哦。拜托，唔可能，树边天坛哦，已经改道呀，这下做父母产啊，哪有时间哦接偏个天坛？永年，同你起电啊！无接听人也唔管。唔过，应该同来讲清楚，你用飞拍还按多钱，你买吃的水啊？也家私很爱讲的。阿爸，好啦，有乜嘅问题可以来问我啊。阿爸，也看事情我来处理就好，先你莫喊。阿爸，迄家私正经唔讲的。苏菲啊，家和万事兴。你总讲我伢老公变到是不是睇下户口啊？以后你就唔是再讲每一条事情的呀。唔过，好啦，我相信我来的，我想你还相信伢老公系冇？台湾人睇讲，家家树家比。家叫水叫爬，家啲福利满山走，先去都按太呢。你做人的阿妹人啊，我做人的模范背叛，唔掂冇？好啦，
公婆哪有隔野树，你就冇计较安多，好冇？唔管就唔管，反正都压不卡，我就抢一个万应用诶。不好心困三枪手啦，然后我摸的路边药，像伊啊两公婆安尼吵落去哦，一加完算加哈。我都係唔係歸介意人工機嘅山水畫出嘅畫法，所以讓我拜託邱先生同我介紹國學師傅，能講畫到一啲東西咩？陳先生，唔定較介意用嘅花色嗬？我一批貨愛受對歐洲戲嘅，像法國、意大利，好，人對藝術是非常之重視，對一啲山水嘅畫法十分普通。我係客家人，我希望能夠對客家人做出一些事情來，所以因為香港啊，來開拓一個製造嘅市場。喂，請問一下，係林立山先生冇？我係林妹妹啦，係客家文物館館長，佢想嚟打電話報恩呢。叫做李先生啦，條緊用。先生，都係嚟打電話報恩的啦。我請人過來聽書啊。也是望有請人過來。我做製造冇乜經驗，希望呢呢一擺係應該一生一親神奇嘅咁嘅經驗。看到我那邊當好食啊！歹勢，生意無禮貌啦。係啦，李先生啊，你一件好好，已經準備好嘅啦，我要先帶你去下。哦，對，先休息啦。好。孫哥。我哋之前哦，同人講去做製造嘅，你下李先生來嘅，係唔係？係咪藝人嘅製造嘅，當個最用永福興嘅名號？頭家娘，歹勢啦，我們唔係事情會變短嘅。之前有同我講過啊，冇同佢用人國嗰邊來往啊，但是還是……哦，難怪先去揾冇藝，藝人要開客戶，係咪啲高雄？孫哥，我冇怪你的意思啦，我一直講哦，唔做乜嘅事情都係為到永豐興好。不過，你一直我同永遠講，頭家娘，我知啦，唔放心啦，我啲唔乜難做嘅，哦。幾期嘅花朵，那個老爺哦，係用來泡竹嘅，啊鹽泡，確實用來泡竹嘅啊，年輕行到團嘅咧。佢係花油花嘅，我係專門花油花嘅，因為好教冇教啊。我啊，我哋美術課攏用來考試啊。最因為咁樣哦，好教冇重視嘅美術教育，故所，唔但係連花朵也唔識。我想講，你喜歡畫圖嗎？阿爸已經開始幫我畫製造嘅，不過較重要嘅吼，佢攏自家畫。唔是說啊，條講用請我過來，就想我喺我畫到冇共樣嘅東西。冇共樣嘅東西，
前面落一时间要讲唔本身就会看作品，也系嘛个意思。唔也人切个作品啊，你啊意思讲，唔想个唔切个变都嘛个用的，就像做制造用的，机会变嘛个，技术会嘛个。唔过自在，唔免就像一个用的啊。人生嘅爱人味。去走诶！你看佢咁真水发假诶，应该係啦，觀眾哦，唔會偏愛人啦。聽講佢安尼出國留學做來嘅呢。三嫂，你哋做乜嘅？太搞有電話呢？月光哪來山哪霜啊，何風流來講啊，米濃流來土啊路啊，高山流來裝啊，望天哪來吹哪鼓啊，河土流來加哪，年年流來游出啦，博士流來浪哪。山哪海，河了流來中啊，嘅客家流來分啊花喲，世界流來用啊。你冲过冲起来啊！哎，俺唔知那么冲3個馬哩，嘿嘿，啊驚哦！人家吼，迄個天數眼睛目仔，唔免就偏唔衝過嘅啦。嘿哦。李先生，啊，唔係美濃人，你有冇衝美濃3個呢？安陽啊，條安陽，俺咪做去美濃人家都沒有啲嘢，行上行下唔當美濃山下，錯冇啊？我屋卡多啲行到天一講山了，錯，講到強好誒！有陣人係有故事嘅哦，雖然我哋會沒有啲嘢，不過呢，因為我爸佢欣賞總理佛先生，故說我嘅名就按到立山。啊，立山農場總理何得獎嘅小說，錯啊？冇唔錯，總理佛先生係按客家人嘅講用，故說。我爸怎麼咯？按呢個名，按到立山。你哋可能唔會相信哦。我留學上來真學客家話嘅，很些時節啦。我爸做上來大戲哦，我也唔聽講嘅。係啊，講到也係好慘人嗬。啲屋企以外哦，吹到不全唔講客啦。明明就會講客，但就是偏偏唔講客。但是啊，唔會講客都當腔嘅啦，嚇，喺度輕鬆嘅喲。唔過。
出经验数之后呢，我才会想到加强的好。走啦！哎呦，你连倒带啊，还目渣的无啦？哎呦，佮陈先生做观念会渣呀，跳港样啊，无简单，抢到李先生来天数，佮唔得下去冲过去跳舞，万年说都好搞疯无啦。是个。要叫伊唔放心，我跳爱请灵感啊。啊？灵感？你还有哪个东西啊？跳摆以前，有一只客家后3年，佢用这1,000年的时间，以前嘅传说中的故乡，佢爬过最高的山，舔过最深的彩虹嘅故乡，到底在哪里？之间，嘅远方嘅故乡又向起，天天出现的山路，全都也未。嘅远方嘅故乡又向起，同爱共爱从爱未来。远方的故乡，远方的故乡腹肚呢，刚刚都自责的。吼，过奖呢，还抢回咯哦！哎呀，我从来无看过让我自责的。叫啊，行去同乡去拿了，来翕翕了，吼，啊，到时啊，去问陈先生，看还没给我一样哦。好，没拿哈。李产叔，我收呀。哎呀，昨日你咧查呀，有得巧的。哦，安尼哦，迄么我听我那个抢到啦。哎，你去嘛个啦？哦，那个哦，迄个咧图书馆借古来啦。本上想讲，我著抢到呢。哦，嘿，杨三郎，然后李沙桥，嘿，俩台湾前有名的大师呢嘛。你有想法咯？内面唔知啊，看到你遮久来咩？是讲哦，真係冇都了解呢。多大安样吼，通做得看讲也花吼，挖较好也係唔冇。你也唔是想安多，一條花架呢，只想要利用了花，老人講嘛解。文學界用文字來吐灑嘅，嘅花界就會用佢嘅花筆，留佢嘅畫面，讓觀眾溝通。你想我講乜嘅故事，故事就會發生在你嘅畫面上。李產叔，假使講下故事已經結束嘅，佢講一個點乜嘅咯？哈哈哈，其實反而感覺啊，講出來嘅就可以發出來。相信對方也做在感受人嘅心情。對吧？
老张，还多个毒鸡诶。平哥，你有可能做杂的哦。可能介那种，一卡先。平哥，你那个时候我谈下意见呢。哪一次啦？拢鬼尊重你意见啦。平哥。因为哦，我係最重要不抗人之一啦。遐尼发，佮做唔是诶。大做哦，就看到几多俩大味的，可能还话迄两块苹果啊，太好呀的，赶出来做饭。有嘛个意思？因还唔知嘿，不管根本嘅，因迄教育记，也迄脑记，廿块苹果都唔会变。佢要像细细嘅世界啦，永远就肯定廿个数啊，就像粒渣咁样。这苹果咧，佢大做就去文物馆嚟啊！佢讲啊吼，佢高雄啊，你啲嘛学生啊吼，讲嚟老二讲啊说，桂芳。这个纸伞呢是需要经过日晒的，那我们今天就省略前面的步骤，直接从画伞面开始。没有关系，你们可以画任何你们想要画的东西。真的吗？嗯，因为这个纸伞呢，对我们客家人来说它有开枝散叶、多子多孙的意义，也是另外一种传达感情的方法。你们想想看，如果今天呢身处他乡，手上拿的是一板来自故乡的纸伞，那种感觉有多么温暖，因为它可以遮风避雨对不对？对不起，我知道了。还有伞骨吗？刚刚有一些学生没来，这有多一只伞骨，给你画。亲阿哥，一路冇會孤單。
李先生啊，写新的落来啊，听讲吼，归来吼，迄眼的面相呢。系哦，妈，佢当然拢讲几来啦，结果当然拢无来啊。你喊人家迄太艺术家，有冇有时间好来？讲起来，李先生吼，也够有感情呢。每次对眼的母家迄经验的呢，我当然啊，算写新的了。唉，迄讲啊，这片哦，给世界唐李先生的花哦，一定已米过出好的。这片啊，求七个打算，佢哋样样会做。本月的上半时的发展开幕，主题就会在，我老爷把送来的这个在，变到非常的动容，有请多人注意到这个在。我意思老讲，安尼做创作的人哦，一定有眼界，让安尼作品出去，让我本人感动到。故说安尼要尽量去吸收骗人的经验，唔好老是甲抗议咯。那过来做自杂的吼，就会艺术。当然的咯，一杂的吼会变到工艺品呀艺术品，要不然就要看做自杂用帮你处理的画面。嗰想下爸，其实做得上迄个工匠。家这个人讲的，看爷爸按专心都去做杂的。啊，看其真系正经的艺术家。李三叔，那还无了解呢。我还好啦，但太好毕业呢，唔知我会成来。安尼强下就打拼，个人起码个毕卡索，做头个作品不给同外国人看。李三叔，来同无强样啦，还想我还比较好，适合留下地啊。莫讲适合也唔适合啦，千主要2%落去读水。You have to try， try。唔系盲希望，或者地讲一定会成功。用白人讲，因为吼，以前的所有艺术家地位哦，最强强条件咧。我要用我实力啦，你要适合的啊，莫批评我成败啊。李先生，李先生。我要传真啊！那陈先生都要当我讲啊吼，人我迄个客户啊，故意中意人去自杀呢。还叫人讲啊吼，我真甲听谈啦。Yes。李三叔，没想到你还忙出国，这作品哦就流行到外国去的。啊，李先生，唔去外国咯？错啊，爸。头前李三叔哦，受到会负心呢，伊讲美国家乡哦，永远有伫签约呢。签约哦，哎呦，你莫去啦！无安尼啦，人哋吼同签约，你就继续吼，听说人哋发财好冇？玉姐，我出国唔要做杂的，我本身也唔要做杂的人，我要出去继续我的创作啊。系啦，妈，啊，李三叔吼，要来同人听书的，你应该要想吼，同佢留下底下声音，系冇？哎呦，竟然这人还中勇甲散哦！哎呦，人哋吼无人会放这种花啊！慢讲啊，冇人会放咯。得片啊！人哋得片真是做得咯。得片无受过专业的训练，技术也要加强。也毋过唔放心，我去美国以前呢，我一天尽量都会搞到歪。真是的哦！阿丽，未来的吼，就拜托了哈。阿丽啦，我也就准备好，最尾做的最好势出来抢我哈。唔使麻烦啦。哎呦，唔会啦，数学同学天天做好啦哈，天天做好的啦。哎妈就安尼啦，凊彩激发就听到尾去啊。得片啦，啊，听下老爷妈讲的，全部会真的嘞。啊，不过，
办法个同时，甘做得表仔咧自查当过。唔会创新，也有做自查的经验。唔上班个喏，除了技术之外呢，还有一只东西唔可以加强的，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也係做乜嘅？我希望唔做得出國讀書嘅人員。看到呢個世界，唔就會發現，唔單止係一隻美濃嘅後生嘅人員，也嘅創意做得俾全世界人哋。在我離開之前，我會留低個圖本，唔就照了圖填的話，等到人嘅技術還熟得話，因此然我到了炸彈工，全都唔識下路。来，开始做事。好。小姑娘，玉姐，你要做做乜咯？我喺出國，唔係出山呢。哎呦，亂講全部亂講嘅，係太吉太利啦！哎呦，李先生啊，出國後發展好事呢，要發學唔亂講啦。李三嫂，咪這哦，做模員同阿爸秘書課做也未啦。啊，人哋三嫂係專門本應付秘書課嗰個嘅作業係啊。明明啲啱咩嘅意思啊？阿弟，你們也得邊個好難聽話噶？李三嫂，多謝你一段時間哦，講下北圖啦。係咩唔啲哦？行做得繼續北下去冇？啊唔過，唔行我繼續北下去，因為有一雙北下嘅書，我唔記得我啷講過嘅話哦，唔對自己有信心。李先生，多謝哦，因為唔同愛人聽書啊，佢陳先生怎會同愛人打長期嘅契約？阿妹因為哦，我生人嘅學費真唔少少，唔同愛人按聽書，唔點樣會多謝我。林先生，也送去美國嘅電路啦，啊！是啦，那个树病上，那个树，所以俺挖个全部要落东西呀。哎，但是也创业点灯的意思哦，做种吼，有光明的前途啦。哈。唔使人講，你喺我樹到清好嘅電路。唉，各位，你係托你哋神龍大家照顧。李先生啊，唔也好，要算起我哋美濃嘅字體了。唔出嘅吼，伊要拿一個博士歸來啦。我哋美濃吼，馬個都冇，所以博士最多啦。媽，佢啲神叔吼，唔要讀博士啦，幾可以哦。冇問題，唔講係博士也博土，我都唔會半點就失望嘅。有㗎，總有一日我一天我走過重要嘅地方，特別我記得咯，我到美國店。德平，你真以為唐麗莎送你花去美國嗎？想講啊，分組嘅時節咯，爸希望係先嘅理工科，希望係做嘅工程師，所以以後可能冇法度在北圖。哎，你講嘛係喏，你做跨族啊，而家文史理工啊，強啊，無強啊，連大學都考唔到。哎，你係員工幾幾十年呢？假使考唔到嘅話，我看阿爸一定會點聽。點聽啦，加寒酸好啊，但是講來嘛，我雕強吃殺嘞。
德平，你那考虑生意讲的花无？看住考，要是考唔到的花就算了。德平，娘诶，有无呢？哎呦，宝孙啊，你看就算有看到无啦？很忙啦，个私案写个福教院大个党员，咱哪看没有？爸，可能我两几份就真好个啦。无呀。唔靠太好呢件事情咯，按创业，廿爸当然要希望替你看到。哦，无考到是发炎。娘诶，都在有一毛呢。林几分啊！哎呀，考到哪呢？我用国力太好，国贸系的啊！国贸系哦，总算考到诶！渣无，哎呦！德平啊，唔要讲廿分数有拉诶，因为到你阿妈有可能廿命诶咯。哎呀！有了！中央国立高雄大学。来自地方的咱一定考得到啦！那叫国美术系的。歹势啦，爸。虽然讲我爱读理工科，毋讲爱。孙嫂，迄个我德平过经验啦。你三个所做的时节有讲过，德平去上艺术家的书，所以我要支持德平继续画图。我敢做准翻摄影没啦？做嘛做唔得，反正我读国贸啊，做生意的事情人会做好诶。好啦，考到就好诶啦。孙哥啊，生意呢，家己画图，唔就帮伊到遐条路去发展啊。到某一天哦，咱伊咧同你欣赏中央去美国，都是啊，唔就伊咧朴实的来的哦。走啦，我讲用我讲的唔好查啦，有考到就好诶啦。好。爸，你就莫看了好冇啦，爸。哎呦，爸，莫看了啦。爸，你就莫看了啦。总头爸讲啊，德平要考太好之前，我迄个求过，迄个拜托，我爷迄个万年的啦，感谢唔问德平考到太好。但是我并冇咁满意啊！爸，你要来同爸公讲咯。我伊生意咧做杂啊，讲起来也找过啦。除了要做杂以外哦，嘛该做唔了。我主要做生意嚟听听。我本来一心也希望佢哦，好好地培养佢做咧营商业。问题是同佢考到美术系，我图也唔免乜个模好啦，总感觉都冇乜个前途样啊！爸，莫本来吃康那些有冇底呢？讲真的，我也一感谢个李先生啦，佢也同我来讲啊，佢有画个天分。问题是讲画敢做得准翻色哈。我讲啊，我看望向也无办法管教来做生意的，我是提搞到廿个数号，吼。假使佢讲，命中的主天就行也行的吧，成功也会记啦，失败也会记啦，但是也希望保佑佢啊，继续来照顾做生意。我做安尼，很仔细。含家屯总头八公万年。哦，较紧地位啦哈，
做事嘛含糊慢，看到要死。永元哥，还没生意考得太好，来万年了哈。给远方的故乡有向去，讲爱从来未落。较紧地位啦哈，做事嘛含糊慢，看到要死。永元哥，还没生意考得太好，来万年了哈。万年哦，都呛嘴的啦，基哦木口倒了。有啲嘛，假说我考几多分嘛？5分啊，咁要欠死人嘛？平常时候很读书，冇去读书，经验面容吼，去考太好嘅生意啊，大三要考到，就紧冇啦。我爱面皮面瞎讲讲。永元哥冇欠的，唔怕啦。生意啊，明年再变啊嘞，对嘛？明年再一天要考到太好嘅。错啊，慢慢你说哎，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我还讲正经的啊，讲正经，你有看到嘛？假使哦，你有得平一般就好的啦。你得平哦，靠到过你太好的，你出去呢哈。也做的哦，有时我拖啊，还有这个转错，抢你，头发黑面做杂呀，冇好啦，也好呀，买就冇啊，浪费俺钱不行，欠死。爸，唔多了下吼，也要牵讲的这个先演美术系嘛。爸，其实我唔讲的通马个样啊，就要好好读，而且对啊，我们辜负你的传承哦，宿命啊。人生的赢啦，从今日开始啊，唔做太人啊，往向车做注意啊。娘啊，快点无带到啦！哎呦！我来看书馆危险呢，行下水啦。quý vị, hát khói heo, anh ấy có một tên à? Không, anh đi. Gắn nghiệp lại, chỉ tục kia. À, bán chủ hồi một là, anh ông quý phấn ở, ông trên tục kia này. mà. Cho你考试啊，我来见得了。係嘅啦，冇打阿婆阿媽同幾月讀到嘅話，幾天我提議嗌你快見社會呢。
风。爸，你等太阳用按给波了，俺黑伢爸，那个团工爸哦，真给怎讲啊？你还俺出去当给我钱呢？你有没得品味啊？养父现在遇到困难，需要用钱，你听听下钱数好了。那钱，俺要要做下个事嘛？